想做冷凍溶脂，但係又都遇到唔專業嘅 centre， 今日就教你用5點點樣去分辨乜嘢係專業定係過期是但。首先第一，一定要問你過往嘅病歷，究竟你身體有冇一啲冷敏感啦，或者有冇懷孕或者其他嘅症狀，長期食緊藥物，呢個都非常之影響究竟你適唔適合做冷凍溶脂。如果個 centre 話俾你知你乜都啱做嘅話，我可以建議你唔需要問就走。第二，有冇同你做脂肪測試？個測試就係搣起你嘅皮下脂肪，話個小 tips 俾你知，如果你係少過1 cm 嘅話，完全唔適合做。官方建議最少要2 cm 以上，咁你就非常之適合做冷凍溶脂。第三，有冇先放保護膜落去你個皮膚度，再放探頭落去你個皮膚度？因為如果探頭直接掂到落去個皮膚度嘅時候，你個皮膚好容易會被凍傷。第四，做完之後有冇幫你按摩治療位置？如果做得好按摩呢一 part，可以幫你提升效果多68%。最後就係有冇幫你揀啱你 size 嘅探頭去做。如果夾硬用一個大嘅探頭，但係成個冷凍都 cover 唔到你嘅皮膚嘅時候，嗰一次嘅療程就等於完全嘥咗㗎啦。